後來鄉親啊，繼續來看昨暝漢光演習的第一暝，總統賴清德是親身來就陣，加入着演習。總統坐起哩雲霸駕車，佇個萬軍車隊的安撫之下，前進着衡山指揮所。戴頭盔、穿防襯子的甲，總統賴清德親身加入演習，坐起哩是 M32雲霸8輪的戰車，前進上神秘的衡山指揮所。內部的會面嘛很光，全實戰化演練。賴總統嘛甲國防部長各立向佇咧指揮所做調度。不過演練正是指揮防衛作戰，含主持各種的政府持續運作，談話內容當然真機密。事實上，回到總統萬軍車隊出發前，軍方嘛利用3擺無共車隊，和敵人錯誤判斷。特別的是，叫軍事迷稱呼英語老師，敢若是美方觀摩團人員，嘛卻翕到上車要離開中愛營區，顯示美方對萬軍計劃真重視。相較於其他國家，很可能也會有預備的C計劃，甚至是D計劃。如果恆指所遭到阻絕或者是其他變故的話，很可能會到其他預備指揮所。事實上，在離政經中心總統府博愛特區，敢若22公里的淡水河口，已經採好組作練，嚴防敵軍侵門踏戶。峰會大台北首都圈，空軍天宮3型飛彈車進駐台北市區，正做鐵皮為飛彈車頭前徛幾個儲備景象。漢光演習繼續推進，各部隊關口戰術位置準備好勢。